大家好，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第19冊靈與我之間嘅精選分享，就係飛狐傳奇呢一篇。師尊話佢本靈機神算漫談，出咗街之後，有啲自以為好叻嘅狐仔仙心懷不軌，想攞佢條命。唉，而家啲人嘅心真係越嚟越污糟。話說本書出版2個禮拜後，有一晚差唔多12點，我瞓喺床度諗翻今日做過啲乜。正當我諗嘢嘅時候，突然見到有道白光由窗飛入嚟。以我經驗，呢啲係符咒放出嚟嘅靈光，白光周圍仲有團黑氣，睇嚟呢道符好惡死，絕對唔係好嘢。如果係神明嘅符或者善意嘅，白光外圍會係紅色㗎。所以我即刻醒神坐起身，心裏邊默默念：身變金山，擋得萬符，由金碎鐵斷，刀槍戰斧全部近唔到身。我連生奉三山九侯先生急急如律令，我唔停啖念咒，道符嘅靈光就越嚟越厲害。放符嗰人功力深厚，雖然道符唔能夠即刻飛過嚟，但個包圍圈就越縮越細。我開始急到出晒汗。放符嘅應該係個老者，肯定係全台灣最巴閉嘅符仔仙之一。我見到佢陰陰笑，我知道如果中咗呢道邪符，我嘅靈氣會冇咗一大半，個人會病慌慌，跟住其他污糟嘢就會乘虛而入。突然間我記起以前學過嘅龍醫龍爪咒、收符咒。龍醫龍醫，快啲護體；龍爪龍爪，急急收符。我伸出5隻手指，運起靈功，向前一撳，道符突然震咗下，跟住喺我手中掙脫飛走。我諗應該係個符仔仙，見咁耐都不成事，加上我又念龍醫龍爪咒，呢個咒最厲害，就係可以護身同收邪符，所以佢先至收翻道符，費事真氣耗損。講翻呢件事之後冇幾耐，我連續3晚瞓覺都好凍啊，牙關打震，縮到好似隻蝦米咁，冚咗3張被都仲係凍，個頭有少少發燒，個人好唔舒服。我以為自己病咗，可能係假體受寒，或者4大唔調，陰火太盛，所以冇乜點理。我死頂住喺佛堂度做法事誦經，點知突然聽到金澤神將同我講，金澤神將講：蓮生，你自己都未好返，點幫人祈福啊？我講吓，咩意思啊？金澤神將講：你本靈機神算漫談入邊寫咗自己個名、地址，仲有出生年月日時辰，咁樣好大件事㗎。而家有人自稱通天真人，見到你本書又妒忌又唔忿氣，覺得你咁巴閉，不如同你鬥黑法。佢摘咗個草人，寫低你嘅生辰八字，點咗3魂7魄燈，趁子時給你魂魄，再將個草人掟落冰庫，等你試下咩叫凍到入心。聽到金澤咁講，我先至明，
原來又有人喺度搞鬼。我問翻金澤，我講咁點算好？驅人魂魄呢啲嘢，我淨係喺古書度見過，而家真係有人識。金澤神將講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，高人更加係多到數唔晒。呢種法好意思嘅，嗰個通天真人係個睇相佬，幫人算命嗰陣，成日預測對方幾時會病，啲客半信半疑，但到咗嗰日真係會突然凍完又熱，好似大病咁，準到嚇死人。跟住佢又話某日某時會好返，結果又真係準，啲客咪信到十足咯。呢啲就係佢揾食嘅招數之一。佢嘅方法就係用個草人擺落冰庫雪到硬，再拎出嚟放落滾油，然後又雪翻入冰庫，咁樣一冷一熱，被施法嘅人都會受唔住。連生，你試下用三山九侯先生嘅招魂大法，將自己嘅魂魄召翻嚟，你會冇事。於是我就施展招魂大法，果然發現自己已經唔見咗一魂一魄，自己都唔知，真係大頭蝦到極。師尊講呢兩個真實故事，就係想介紹飛符術同祭草驅魂術。相信大家都明，呢個世界有正有邪，正人用法一定正，邪人用法一定邪。唔係符咒法術本身有分正邪，而係人心嘅分別。如果個人心術正，行為就唔會偏差。符咒法術本來就係用靈力做事嘅方法，正邪之分唔喺法度，而係喺人度。好啦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以上內容全部嚟自聖專蓮生活佛嘅文集精選，歡迎留言，下集再見。阿彌陀佛。